镜头转来咱国内，伫新北的地方法院标出有员工涉嫌伫咧便所内底安摄影机，包括法院的职员甲来开庭的民众，有几十个人受害。立委就批评讲，新北地方法院涉嫌暗砍。原来法院这边是讲，这个案件是内部家己发现的，目前警方正咧侦办，嘛有开考察会，决议停职处分。 司法单位搁再标出偷窃的情形，17民进党立委林国琴也佮林淑芬出面来控诉，讲新北地院包庇偷窃的动人，指出新北地方法院邦桥园区查甫便所、查某便所真侪所在，互人安装这个闭路器，竟然是家己的人所做，偷偷去安装的。偷窃的时间有1年外，连到地院去办公的民众也受害，人数有几啊十个，查甫甲查某拢有。他在5个地方，而且不定期的换地点。 然后长达1年多，然后单位却以涉案人宿舍凌乱为由，没有立即请求搜索这个作案的物品和影像。我们还是不清楚有没有包含有未成年的不雅画面，如果有的话，已经触犯20号性剥削防治条例的第36条哈。我甚至担心是不是有散播外流的可能。 对着立委指控，新北地院回应这个案件是院内主动来发觉，绝对无暗砍包庇。第一时间将偷录影的设备器材，也有相关的影像档交予警察来查扣，并且制作口径。警方也有搜查这个宿舍，同时调开考察会，决议来停职处分。定期的去巡视环境的安全，包含 厕所的巡视，灯光明暗度的巡视都是非常重要的。这个是公众场所主任一定要去具备起的一个责任。 士林地检署2020年标出保全利用职务方便用手机来偷窃，2023年搁再标出书记官便所偷窃案件，2024年大安加信义分局也标出警察女性便所偷窃，2025年新北地院邦桥园区查甫便所、查某便所真侪所在，互人安装这个闭路器偷窃。近年来发生侪件偷窃事件，地检、警察机关甲地院全部拢有。妇女团体提醒，公共场所一定要定期来巡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